大家好，我係陳家豪，以前係長跑代表，不過而家我最重要嘅身份係一個跑步教練同埋一個爸爸。退役之後，雖然比賽少咗，但係運動量一啲都冇少。每日帶住唔同程度嘅學生練跑，示範動作，其實對隻腳負荷都幾大㗎。加上以前做運動員積落嚟嘅傷患，有時教完班都會覺得隻腳好酸軟啊，踎低同小朋友玩都會覺得啲筋扯住痛。見到屋企人之前食完草肌筋健通效果咁好，可以重新投入訓練，我就決定跟佢一齊食，希望可以徹底改善筋肌無力同埋勞損嘅問題。一開始食咗3日，最明顯嘅感覺係教完班之後咧，嗰種雙腳好似灌咗鉛咁重嘅酸痛咧少咗好多。食咗2個星期，以前嘅舊患關節位同埋小腿嘅筋真係冇咁易痛，就算連續幾日高強度教班，都覺得雙腳夠力，恢復得好快。而家 keep 住食咗3個月，我都覺得自己嘅靈活度直頭翻到去以前運動員嘅狀態啊！啲學生都問我點解教完全日班仲可以跑得咁輕鬆嘅？最開心嘅係放假陪小朋友去公園跑跑跳跳，覺得完全冇問題啊！草肌筋健通有5大中西草本嘅成分，其中藥草之王阿尼納萃取可以好快舒緩疼痛、消紅去腫，而天然抗生素鳳梨蛋白酶就幫助我哋放鬆同埋修復繃緊嘅筋肌，舒緩酸軟無力感。好多人以為腳痛就淨係補關節，其實筋肌嘅力量先係最重要。佢加入咗鎂去提升筋肌力量同埋耐力，由根本預防痛症。加上鈣同埋維他命 D3 補充骨質，令到骨骼堅硬，唔使同筋肌借力。呢個配方真係好全面。佢有臨床實證，成分天然，我都好放心。一開始我食強效調整療程，每日4粒，極速幫我踢走教班之後嘅酸痛，強化肌肉。而家過咗3個月，我就轉做日常保養，每日食2粒 ，keep 住強硬我嘅筋肌同埋骨骼，為每日嘅挑戰做好準備。無論你係熱愛運動定係好似我咁長時間企同埋走動，保養筋肌真係唔可以遲。我同屋企人都親身證實過，真係好work。如果你都想強化筋肌骨骼，踢走痛症，一定要試下草肌筋健通。萬寧草肌門市、先龍窩都有得買，快啲去入貨啦！